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思怡。今日嘅村民大会来到为新竹关西，我也来到蔡天义讲嘅松南片，也就是南山里。同我背後鄉親有看到有一群super棒嘅當地嘅腳步，也就是關西一等站、一等次元嘅田中下景觀。來到關西，除了看到一道次元景觀以外，還有一個發展到東河嘅文化創意記錄。據說關西第一擺浪漫台三線嘅計劃當中，校委會每同期列做一個當有特色嘅點。呢度去掃菜地行卡道有特色嘅景點，校委會一擺特別同桃竹苗地區韓國台中市有38條古道作為規嘅初步調查，從我也來到嘅就係關西嘅8條古道嘅戲劇點，同我背後有看到一個動鐵片嘅北港下，韓國嘅航空上就係頭擺老主公共路發展共路產業北行嘅一條路，也其實當地嘅房嘅係菜地人韓國人客來也休閒嘅所在，所以一擺浪漫台三線計劃一同古道用嘅串聯，韓國有乜嘅計劃內容，帶大家共下來討論。今日就啲村民大會共下來關心。歡迎大家來到今日嘅討論現場。今日俺來到為關西松南片嘅羅浮書院也特別。其實咯，一個羅浮書院啲菜地係一定有名嘅一個文化景點哦。有當到嘅外地人客會當來到一片，韓國談菜地嘅故，看菜地嘅文化故事。聽聽同大家紹介今日嘅來賓。先同大家紹介係校委會經濟發展處嘅專門委員劉強奇劉委員。主持人好。any 新竹嘅鄉親大家好。聽呢位來賓呢係新竹縣政府嘅秘書長蔡永光蔡秘書長。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前面位同大家紹介係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嘅院長莊委員莊院長。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交通大學嘅莊委員。韓國呢，今日看到台下個有當到關心浪漫台三線一個議題嘅，無論係地方嘅團體，也係鄉親都向下來參加。其實呢，今日節目一開始有大家講到，來到嘅關西松南片一片哦。其實也特別嘅文化內涵，唔單止一個羅浮書院天天，人家行下出去看下個去鬼太片呢，都係天橋哦，也就係浪漫台三線一定上癮嘅所在。其實講到浪漫台三線，佢係個講乜嘅東西呢？對呢，總統蔡英文提出一項政策都見哦，其實已經陸陸續續開始來啟動嘅。先來看一張圖，我同大家講係，本作為三大方向來執行一項政策咯，對人文、產業、韓國生態。其實呢，規個做起來，佢就係做到呢客家文藝復興100年來安泰嘅事情，我呈現出呢客家中有啲新嘅生命力。所以一項計劃呢，我用我哋執行深度菜地嘅文化內涵，先透過下一段影片帶大家來看。嚟到龍潭尋行嘅路嘅，看到空氣後有歡迎家啲嘅寫衫，也就係菜地人嘅生活樣貌。日到白頭白，現正就啲土上頭附近呢，講見當好，就算也係幾件冇落嘅。人當然來正係做路嘅，禮拜6日係年下韓國期4tháng日一定好去嘅所在。170年前那個它就有啊，頭擺是蒙公路有水潤嘛哈，我來到那邊，可能頭擺就全部係按個貨物集散就超過啦。大部分的黑椒在家里都壞掉，然後但是這個還好。放鬆自家收藏嘅曲盤，談論自家好談嘅音樂。第8隊杜康動作都嘅同年客準備一筆咖喱。不是會黏在一起。因為它現在離開溫度了，所以你就要很快把它拉開來。也特別要看到一定位，也到當地介紹數做考察。內部嘅記錄看做得講都冇乜人客，為啲廿個位單單都係菜地人，也就係關係10點鐘嘅平常時嘅用嘅。唔過到為禮拜6日就為年客做得起塵土擺放嘅素菜。
活络的日子，当然美讲一定要勤劳嘅。现在这个想法是有好多人想的，中日俩爱用人的生活的方式的人，做得地关系有爱用的一只地方，做得行落来。其实有顺坡客家中风前的台站先锋有一道提升的路街，哈维非第二8浪漫台站线计划当中，一同夹到串联起来，对用硬体来升级。你要先知道这个地方真正需求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再来扩大考虑到我怎么去连接其他各个地方乡镇需要的需求，然后串联变成台三线，这个才叫浪漫台三线。台站先锋的路街有其张义为魅力，韩国活化特色。甚过运用嘅连接，韩国规划將會集群居民嘅需求，韓國想象發揮前係好嘅，韓國保留路嘅本地嘅優勢，係獨特嘅挑戰。今日嘅咯，我同大家講，從家人講到嘅龍潭，其實係人家嘅浪漫台三線，對桃園開始嘅其中一個起腳點，對平鎮一直跳到人哋總鋪嘅線沙，經過嘅4個縣市有16個鄉鎮區。今日來到關西鴉片呢，係浪漫台三線其中一個點哦。我想搶高也就係人哋專門表演專位哦。人哋浪漫台三線計劃安排韓國有包含嘅4個縣市有16個鄉鎮，對總統蔡英文提出一項政策，都見有包含嘅前瞻計劃加入來。所以運用嘅同也鄉親講，一個浪漫台三線要做乜嘅呀？一個內容同前瞻計劃有乜嘅分開來嘅素材，先同大家簡單嘅紹介好冇？其實吼，cái浪漫台三線吼，佢唔係一隻計劃，佢係一隻台嘅方案。哦，佢地步就就青英講嘅吼，人文新宿、環境準備，然後產業發展吼，三家台面向吼，因為行景然吼，整合吼各部會，然後提供政府嘅力量，吼，還有該中央提供中央到民間嘅力量吼，來共同來打造了動態的方案哈，因為哈前瞻計劃立法院還沒有通過啊，所以地方每動什麼來提計劃，經過NEA 審查哈，所以目前硬體的部分還沒辦法看到講具體的成果，不過先期規劃哈已經陸續在執行之中了，所以說個規劃設計已經完成，和都是該前瞻計劃通過了以後哈，是做得加速該工程的執行。好，多謝準備哦。不過第二篇就會先請到新竹縣政府的秘書長蔡秘書長，剛專委有講到，其實也唔係按家族可能都成功，不過新竹縣政府有3萬大兵想要來爭取係哪方面的素材來做係。客家委員會呢，本年度預算是客家文化環境及產業設施活化計劃。呢個預算呢，我們從104年開始呢，陸續又做一些亮點出來哈。尤其係做台三線雖然都突然開始，不過到新竹站來講係到關西開始啦哈。關西係入口網站咯，所以啊都關西呢走2年前是開始啊，走個中正路老街打造哈。中正路老街打造呢，實際開始又按思考講你睇來到關西要看乜嘅東西哈，係講要看個高樓大廈，唔是來關西看哈，台北好多啦哈，所以你做你在地 only one 是你關西就排為某愛哈，我們想到樓街全台灣前多樓街啊，咁關西條樓街啊，當盛起啊，佢全街最短的一條中正路啊，普通中正路全部當台條哈，其實幾乎也擔心到2片的路無個還保存得挺完整，不過全部荒廢好多。他想多條會切入啊，從老街中正路呢全國最短最小的中正路來切入。結果呢，經過2年多的打造呢，當到外地青年啊落來，像個盧文君先生佢也是外地青年落來，然後就請到本地後生人留下來，還有呢都主動呢，然後看到咗動態希望是講主動的從善過從半個50多年呢哈，半個世紀呢。結果呢，都見啊，很多比賽上過添啦，係咩的轉型提升，所以呢，客委會李主委講，是不是來做一個竹東客家流行音樂中心？
客家流行的音乐中心啊。就刚刚秘书长所讲的哦，其实有的计划伫100年之前就陆陆续续有启通的，包含有斧头关系的老街，还有在地的艺术人文的据点，其实也都一直伫个做的啦。不过在浪漫台上先实施过后呢，其实哈维菲加片对去年其实本周4年每执行差不多有8个项的计划，韩国加嘅前瞻预算落来嘅特别预算哦，加。庄委也有提到，我们陆陆续续有在做一些基础的一些计划的提案。迄讲，也个前瞻基础建设，也个前办好了过后，其实就要停电来执行，4年会有20亿元。在听到浪漫台三线亚红政策过后呢，其实地方上常常也会有一些座谈会，或者是说一些讲座，大家都会细批来、共下来讨论。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万琪老万大姐哈，在你的观察，也对浪漫台三线计划当中，有乜嘅看法？啲关系呀、菜题呀片，对了，对土地哈，应该是死生相许啊！我爱这块土地，我希望咧浪漫台三线呢，能够对安尼的关系有一定的改变。不过咧哈，既然要讲要走浪漫哈，我想应该是推安尼的大方向哈，是推安尼的。挑白安尼的历史、安尼的文化啊，来走起美学跟故事这2个大方向。硬体的基础建设应该是用文化来走背景，文化的话，我们老祖先都要带啊，去韩国的路，去西山的西山粉，通通加生活的轨迹。莫想啊，那到天来外头去走一个新的不一样啊，那是。当可惜的，我替他呼吁哈，安尼关系的乡亲，要好好的监督这个大计划，钱要花在应该花的地方上，真的要花对来，啊，不要成为一个分赃式的预算分赃，可惜，那是可惜的，哈。我想希望10年，不敢讲当家10年20年，安尼关系的未来呢，明天呢会更好。我就想问世龙大哥，有乜嘅想法？其實亞方計劃係後邊一直上嘅傳統嘅，行政院政府咩動批合，地方方設計為啲嘅傳統，包含文化的推展、輕旅行的推展，你又怎麼看呢？確實，我們現在在這邊這個點點滴滴的努力哈，如果有政府的這些各方面台三線浪漫大道資源的輔助的話，其實我們可能有更多專家和學者，大家齊心努力，其實。由下，我們這邊是由下到上嘛，哈，由上到下，大家齊心努力。其實我們相信，或許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創造所謂的客家式的台灣淳樸的浪漫大道。這可能跟我們一般所謂的國外的浪漫大道是不一樣的一種浪漫。謝謝世龍大哥。那我想繼續請教，就是盧大哥，剛剛世龍大哥他其實是這個文化據點的一個管理人，那他也在地方上跟大家一起合作，相信你们也有合作过。那你本人在老街上经营书店、有机书店，跟你在这次计划当中，你觉得你了解台三线的计划内容方向够了吗？我知道现在很多客委案子在丢哈，就是很多案子都在跑，那有的是1年2年，有的几百万、几千万不等哦。但是我自己做过政府案子，我知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都只做60分就好 ，KPI 可以结案就好了。哦，那其实这个计划那个规划面其实很完整哦，因为我真的花时间去研究，不管哪一个阶段接得很好。那计划假设是100分，那执行可能60分，那就差很多哦。所以，但是我不晓得政府的采购案或是有标案，它有没有办法去补强这个问题哦？因为很多公关公司会标嘛，那标到那它就是可以结案，然后有过关了就好了哦。那第二个点我想要讲就是说，做这个案子它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哦。我觉得所有的政府应该都是这样，就是这些计划一定会结束的一天，1年2年之后结束，那留下什么？如果只是结束，然后什么都没有留下，那这计划老实说它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带动不管是返乡青年或是更多的条件让人家回乡的地方的好处。所以我想，当然我觉得很难啦，因为我自己观察很多政府案，这个经验很，但是如果一个好的事情，我们一开始就可以知道它的问题点哦，然后把它尽可能往这方向去努力或改善，我想总是会更好的。好，谢谢老师。刚刚3位
在地的乡亲，他们都提出了他们的期待跟他们的想象啊。就你的角度，其实你也从时间去参加嘅的会会议，无论那样子的会议，你都从头都未都有听到参加。你知道个跟项政策实施都跟同样个台方向有脱节了吗？这我来观察哈，大部分人讲也浪漫台山线哈，就有一个倾向哈，那种浪漫台山线当做一个观光计划，好，因为这种想法要改正，莫将浪漫台山线计划很多浪漫台山线观光计划，应该有怎来讲哈，也计划做落去些哈。我本也只客家期吼，主体去的，规则的沙币爱按呢上升，按呢上升，迄代表嘛意思呢？而规则的台山线的地方吼，而本所有人是上个黑的入边，办出去的人上办转来，无黑的留人上黑入边，老人家是不是适合住在这里？比如说按呢医疗呀福利有没有到位？哈，环境准备有没有包括讲，还上人给黑的家吼，有没有吃盐嘛？因为佢做嘛要出去遐，因为可能其他生意要读书啊，但係冇好好教，佢為了生意嘅教育，要想辦落去啊。佢啲就會做一些吼，佢係講作為當區嘅些，將係後生嘅時間，作為農事哈，可以聽下手抽案嘅事情，後生人唔會做啊。嗰時候人哋講有辦法將新的農業、新的做法導入進來，後生人啲就會其他做到一個。很有品味、很有品质的生活方式，按你一发，后生人就会愿意转来呀。要沙皮又变到讲，他一种向往哎，真正很多浪漫，好，浪漫不是想象啊，浪漫要变成一个事实，甚至浪漫要变成我们的责任，而让它变成浪漫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讲很努力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刚刚不论是在地的乡亲或者是院长都有提到，我们要把客庄的慢活的生活营造出来，然后我们有一个准备的文创聚落之后呢，再来我们希望可以吸引年轻人返乡，或是吸引别的地方的青年来到这边，让在地的产业能够升级。那我们也许可以打造一个客语的文教基地，然后串联一个绿色的交通网，整个准备起来之后，才是我们浪漫台山线为太多的一个目标跟理想。哈米菲亚一波给进的要片关心，希望同菜地而做一个示范点。而这个示范点，他们想要做的是全国第一个的示范点，希望可以从看板儿童语全部拆掉，全部做过。韩国呢，唔好有乜个奇怪的色，然后要把它统一一致性，然后甚至把天线呀都变不见，把它地下化，希望可以吸引到我们有这样整备的硬体建设之后，希望最想喊卡多的文创产业，还有多样的文创工作者可以进驻。那这个部分，我就要先唱到安尼关系政工所的主笔哦，亚风计划安尼亚这行的进度很用的，会有拄到困难吗？老实讲，因遐做看到不但像关系其他的乡镇也好，地方的个空办啊，一天动乱动插，无像伊到日本台版也好，也迄讲德国的也好，加个记录的看板啊就全部平面化。然后来做，来啦观念老安尼乡亲啊，要被接受啊，老实讲有点困难。当然，公所是希望讲，遮啦当岛摆的啦会议也好，然后安尼乡亲来沟通啊，希望讲。做得先走一条路，然后伊做只示范出来。那希望讲那条路走出来，大家看到咧，那空办之前厉害个差别到哪？希望讲啦观念本安尼乡亲来了解，安尼记录啊，撞较强对咯。让游客啦，迄个外地客都来关系了。其实台山县头摆一溜里来茶亚风山呀无，第菜地就是过去安尼老主公都会对茶来发展起来，对茶来底下落实咧。所以也个茶山呀底下哈台山县方有那条亮点，韩国为了应用去同伊串联起来、发展起来，透过样片向下来看。
热天的下午时头，日头旺旺的望山沙行村的茶园路好，尤其下个沙期的阿伯姑、阿伯婆当地的采茶。行走茶园，看那过去都系山的，有江的风景。喺望山罕地看到嘅平地茶园，也有把个沙期嘅盘脚下嚟治理，系用木头天然的方式嚟做。我都其實社會概念好強啦，我都按人又唔係戒毒啊，我都自家種、自家摘、自家照顧，哈，都做，全部係自家做啊。你看我采一籠了呢啊！沙期也到苏婆北美同數到嘅同州村長摘嘅到嘅茶廠本村嫩嘅同路位，頭擺一定會摘茶，也90人隻嘅阿伯婆未到天數。而家厝嘅冇愛啊，要嘅托到嚟啊！係啊，一托嘅更係就閃亮入啦，嚟啊！頭擺關前60里，做得講都係茶葉，也搶村到1分地還有種茶，比到發展出沙期嘅茶品牌，沙期要在個票嘅2甲檔嘅地來種茶。人家頭講玉山啦哈，日本時代是有茶人，沒有茶工廠，但是講哈，你啊頭個有按嘢歷史嘅東西啊，希望講啊哈，冇得你啊台是團體起嚟，用俾哈保留下來。唔但將關係同房山茶產業係頭擺台上先行，一定重要為經濟來源。有心進來做了茶了，我是講，因為3年前開始做些，沒完全瞄着啊，沒慢慢真走真好真變，讓慢慢讓就安尼基本做出來茶的舞團。泡衣服茶用市面來說，台上先行茶嘅意思，行卡安面嘅係安樣嘅同客家種嘅人情味，行過台上先行，將以為浪漫傳出去。其實客委會這邊，我們一直都有在扶植在地的產業，所以人家擺浪漫台上先行，有關茶葉和產業會係我們嘅重心嗎？因為哈，個茶本來是係呢台上是係重要嘅個物產啊，哈，所以客委會對茶產業哈，本來係列為個重點輔導項目之一啦，哈，主要嘅推動方向哈，因為倆茶園哈，根據我們的統計哈，倆10年以內哈，有差不多1半的茶園的面積減少了，所以最重要的是推動茶園的復耕，因為茶園有復耕話講究茶的出產嘛，茶園復耕推動的方向係先簽跟農委會來合作，因為佢哋係主要啲農業的專長嘛，吼，還有好多的資源來幫忙喺度吼。頭擺其實啲清朝嘅陣時哦，從新竹鴉片出產的茶。其實規個台灣差唔多有60%，故說新竹鴉片出產的茶對台灣來講係一定重要嘅產物。今日嘅人講到一個茶產業，聽說就有人問菜地設計有啲嘅種茶、啲嘅做茶葉嘅農民。現在請教對龍潭來嘅一位尹先生，你做啲同人講下，你下啲龍潭經營的係啲茶工廠嘅觀念，有帶通觀光，還有小農這樣子的一起合作嗎？也還講你就是以你的觀光工廠來做主軸。那我的看法跟建議是這樣，也很謝謝客委會啦，哈，就是說，投入那麼多的資源，但是呢，我覺得這個資源好好的運用，如何讓年輕人，我們大家一直講，好，現在剛剛那個專委也在講，茶園最缺的就是年輕的人力。最糟糕的是什麼？我們現在偷偷的講了，就說我們拜託工業區的外勞，假日來幫忙除草，1200塊現金加一個中餐加一個點心，我不要啦。越南的外勞他不要哦，但是你要想想換算說，現在如果在越南1個月薪水多少？啊，我在電子廠的時候帶120多個。啊，他們是說沒有辦法賺到錢，所以他來台灣。但是現在這一段時間，我們找的外勞，他不要做戶外工作了，要在浪漫台山線上推廣茶嘅產業。他們比我們更浪漫。這不浪漫他們已經比我們更浪漫。土地嘅一點都不浪漫。其實我嘅想法就係啊，如果說採地嘅茶嘅產業做得比發展起來，甚至講我們推廣平地茶園，啊，平地茶園做得乜嘢？我用機械化。取代人工，好，那我們可以大量提升什麼？提升我們在地茶葉的量化。那個現在那個一杯手搖茶就不要再用進口茶的啦，那很冤枉。就得用採地團啊，用採地的茶，
机械化单价便宜，那年轻人才回得来。如果说像今天我4点出门，我还有办法来这边来打招呼、来聊天啊，还会吹球白球，那表示说这个行业是对的。啊，如果刚开始讲，我早晨9點嘅，我下晝22檔，就22到差唔多4點兩行，計啲生意冇效啦。咩看唔到前景啊！了種我嘅建議看法。多謝太哥。今日想我請教咱個嘅太哥，唔係同樣遇到其他嘅問題係，行業有乜嘅心得，有乜嘅問題去反映咯？你講嘅係浪漫台山線哦，條個桃園線就沒有啲種茶，種啊就會有工廠，工廠做出來嘅茶就會拿去賣，所以按舊來咧，民國30年、40年到咧1806。按當年，你規個台山線咧老工廠啊，真多，沒有啲都先做都桃園。跟我而家喺都橫山嘅沙行茶工廠，加個沙坑紅寶咩都個介紹，還有啲紅茶公司、金泰茶工廠，真多。加按到工廠，喺老祖先阿公阿伯你都傳下來嘅，加個故事，加個經驗。你哋下後生啊！你下像57歲，還算真後生啦嗬，還做得很個大病。但用辦去維持你下嘅狀況，唔做唔得個老佢獲得冇愛，你做乜嘅？我因為我閒你要做茶，哦，他辛苦沒有做。我聽到外國的朋友啊，他很羨慕我住在新竹啊，哦，很羨慕叫做客家莊，所以我敢大聲講。我帶到新竹，我帶到客家莊啦，吼，所以你啊，客家，你係浪漫台山線，你係擺嚟推動啊，慢慢地一步，一定會做得成功。你知道會有成功，一定會成功。今日想要請教嘅主席，對呀，嘅後生人種的家鄉，亞港中有按過嘿，我們隨時就可以找到茶園來耕種。我想呢，農委會也好，客家會也好，當然盡量鼓勵，你啲後生人做啲家鄉嚟。耕作，就叫祖先留下嚟啲茶園啦，啲福建福州種茶。我想呢一個政策啦，就確實冇法解決。當然因為茶園種在偏地上，唔係差，廣東地都係偏園種嘅。前頭因關係係山地形嘅關係，丘陵地，前頭破土地35土以上嘅啊，佢唔係應開發嘅。那個要跨部費要解決一個專案，有冇機器做去除草，做去移vet叫茶葉當然要除草，但是你用機器去做嘅話，它用機器來跟做啥嘅。但是你喺法律上稍微啊是動到三保法再開發。萬一咁盡嚟嚇，你想講幾十 K， 22 K， 你喺頭度冇嘢做咧，你做一做就被罰錢，一般加工加抬溜下做才多，你也是放山放地，你也看到關係人嘅茶園是平面啊，前多，最近散拍嘅嗬冇人種咧，總是冇種，你法律沒有去解套啊。我想了解係咩啊？透過呢專位嚟到嗬，我哋呢度。嗰個主席意思講，其實後生人種嚟種茶咩冇按改。冇按改啊！透過法律的改變修法，將來同樣就聽數。還是用專案的方式嗬來解套。那第一點，我是講對呢個法律上的解套，才能夠讓呢後生人轉到種下來。好，多謝主席咯，請從。主席剛剛講到，其實我們包含產業而傳統一啲跨鋪費，韓國亞擺其實啲台山線風啊，包含啲關係而做一啲古蹟園區，關係太堂下，韓國啲黃山呢也含啲嘅潛，按上講可能會啲核心車站嗰邊潛啲點嚟發展菜地嘅產業，韓國主動加。秘書長有講到，想要用一啲音樂山歌嘅概念來營造一啲客家音樂園區，還有我們一直都動有名嘅茶產業同北埔有一道嘅古蹟。都係新所和菜地嘅特色亮點，包含其他所在宮林啊，一個寶山都在強化連接一個台山線計劃當中嘅路線。第一我要先來請教一下菜地，第一今日來參加詳情，又想要針對呢新作業，也係想要營造嘅亮點，也係乜嘅觀光嘅特色來發展也發表也意見的冇？地頭啊講到該乜嘅招牌啊、路面啊、電纜啊這些問題吼。在20多年前，我們在推動什麼社區總體營造的時候就講過的老問題。20年後，1994到現在2017了，對，我們還在講這些老問題。然後這20多年之間 ，NEU 動到很多的計劃，那都是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都是為了要解決這些人口老化哈，那個年輕人不返鄉的這些老問題。可是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计划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有新的计划一直在产生。像头下有讲到啊，我是到头下主席也有讲到，该差的产业，其实的问题是法治一些水保法规的问题。该讲到该招牌里面，其实的穷人啊，我觉得两个问题是应该从法治面去处理，而不是你透过一次一次的计划去改人家的招牌，然后统统改得一模一样。像安尼去到两滩看个北龙路个了招牌，你也唔会去到去这样啦，讲实在话啦，你应该给他一个空间，让他们的招牌设计可以有一个范围内具有创意，而不是你就限定它死板板是上头个安样死死角角，也系一天来买个 set 安样，看到也唔会这样啊。很多头下讲到像我哋竹东嘛吼。竹东头下有讲到该客家音乐村，其实客家音乐村吼，我係上張夜伫報紙當過看到啊，但係我看到嘅時節啦，我唔知幾點來呢，嗰種有竹東來時有到只客家音樂村，我是慢來去問到上禮拜嗰樣地講，有則新聞有講，其實就是原來的土樓預定地，土樓預定地從土樓到旅客服務中心，到有人說要鎮公所蓋在那邊，圖書館蓋在那邊，西南的文化中心蓋在那邊，到現在它要變成客家音樂村，就這兩三年內的事情而已，它有這麼多的改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改變？其實我覺得根本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要做什麼，你的定位不明，所以你才會一直有講這個人家唔好你玩，人家唔好你玩，講啊拍掉是不傻傻啦，我完全很冇馬些啦，就沒有新問題，都是老問題，但是一直想一些新的說法而已。韓國懂我該浪漫，而且有浪漫哈，浪漫的問題在要享受那個過程啊，就是很慢嘛。可是你看 Emily 申請那個慢程很快呢，一年申請2-3個呢，那個速度之快的，就一點也不慢也不浪漫啊。慢就是要自在，很自在，你才會浪漫，你才會慢，你才會心靜得下來，慢得下來，去享受那個過程，而不是很急的一定要去完成什麼，達成什麼。對，就林總講了一堆啦，我覺得這是我現在面對整個浪漫台三線給吧，希姐，你的問號整體看到的一個非常結構性的問題，可是大家都沒有去直接講那邊，都講一些很技術性的細節。對，研究現象，比如講，剛按到向前講到，你茶山業冇弄個嚟推廣，其實根本的原因就是冇後生人愛轉來，韓國人的土地的關係，我們可以怎麼協助他們？你啊，按到後生人唔免轉來哈，其實最大問題是講家鄉沒有就業機會啦，最大問題就係嘛，錯嘛？老人家轉來返鄉來養老啊，哈，做得按落落葉歸根啦，哈。不過後生人呢？後生人冇可能啦，叫要收入嘛，錯嘛？所以呢，最根本的問題是講，剛才有貴賓也提到了哈，就要從茶園而復根，因為特別你台山線上的茶呢，所以呢特別你走這計劃的茶去廊道，就是用茶當主題。你像到德國的個浪漫大道呢，其實以葡萄園為主題，哈，它有酒莊，那我們有茶工廠。什麼？所以可以比擬的，然後第六個動作古堡，什麼新天鵝堡的，我們很多古蹟啊，所以這個條件呢，全部就具備。哈，唯一差別在哪裡呢？我們的政策沒有跟上，政策沒有去輔導它，所以講茶園復根要有政策去輔導，要有誘因。好，因為後生人講，將來種茶那麼22天已經很容易開始種。好，所以呢，現在我們想說，還沒趁這個浪漫台三線，又是用前瞻計劃的所謂特別預算，所以我們應該也要思考，是不是也要用特別法？不要說特別法，鬆綁軸嘞，就把法令鬆綁，讓年輕人願意回來。因為現在山坡地保育區啊，受到太多的限制啊，對啊，尤其特定水土保持計劃區啊，根本無解啦。好，特別就種茶，你要茶站很脆。修一修復根還可以，如果茶都不見了，你要重新種茶，一去整地6萬塊開始起跳，就要罰錢了。還沒有賺到錢先罰錢，這是政策嘛，法律沒有跟上嘛，哈。所以講還沒你中央政府也好，啊，地方政府也好，好來想，還沒冇如意口號講青年返鄉，青年返鄉，你要把返鄉的環境做好，問題也要先解決。問題也解決。
潘给门后尤其法令哈，还有土地的法令，尤其跟土地有关。你要不管是茶园复耕啊，还有其他安尼嘛，茶工厂又活化再利用啊，动动还跟建管、土管的法令、建筑管理到土地管理的法令，一定要跟着更新。如果没有这样子跟上去的话，其实呢后面做得很辛苦。好，多谢秘书长。给庄委，我们在中央部分，做的跨部会横向的来沟通嘛，来同地方的天数，黑某黑长影做能家乡就已经遇到问题了。因为那浪漫推上线哈，大概产业发展到环境准备面向哈，为拄到当到该法规部分的问题哈，我的成立了平台时间哈是第6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这平台哦就是比较。普惠哈，来共同来组成这平台，还有是家提供政府哈，大概是提供政府的问题就会提出来。我们有在讨论有关一方法令有发出来改善冇？希望地方方的向前向我做的讲查验都冇发出的。因为你还讲到农委会开始来讨论这个计划，每第6的问题存在，不过要解决法规问题的话，会在后续再透过一些讨论，知道地方的需求哈，讲为来处理，因为该修法冇很简单。不过其实不由茶叶和产业也形塑出地方上的很多研究同有名的古道。伫规个台湾地区，尤其喺客家庄有当多的古土，所以伫台三线方有哪条古土，有哪条亮点，先透过样片向下来看。个飞机来来去去各座位。来到龙潭3行里，看那过去都是金棒的天桥。不过唔当然想象，一大把头白是从这边团潭土上头。你没有看到这个树后面还有一棵树，哦，这一块里面，这个范围里面是这个里面是最深的一个。头摆土做苗体机生产的茶，都会经过古土同茶开到3行的过后，再过用水路最多太湖塘去。中亚西出行古土头摆是松本子天出会经过的素材。也客家人的素材呢，我看到当多农业3方嘅古道的串联。如果有因为3度很多古道呢，认为无本人破坏的。如果像2条小出根古道，係講淡薄有人去開發。也入住会不以正平，成品就靠这条古道，往小树坑古道到清水坑古道，到3坑渡口。老主公头摆对关系不了古土送中路去到龙潭，以前公司关系嘅公路产业当发展，古土就用农料来完名嘅。该东西开山时间哈，唯一的就是这四个呢，象征性的这4个叫4条、7条、8条、10条。其他半山牌还清得了了，但是都用这个名字去命名了。合肥会希望大帮古土的文化历史、韩国自然风景，向民众去客家庄留了。是唔过古土的路线连接，安用嘅发展出台三线漳州的观光特色，韩国交通用路安用嘅配合，各界都啲嘅看。我想请教菜题，玉婵老师哦，头摆一个古土哦，对俺的菜题的肉主公来讲，对我们在地的乡亲来说，它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地的经济产业道路嘛。民国93年哈，也有客委会也有出版一本书，是讲关系的路路、古土还有个路桥哈。不过，也很遗憾哈，帮我应该有的路数。因为10年的土地，哈，欠缺维护，还有个10年哈，它就在上面铺了水泥，铺了粉末奶，哈，马乳里头，就是把这个古道呢有一点用的破坏掉的。对对对，哈，应该是吃得清大宋啦。跟我想，你客家庄哈，俩路路实在是可以呈现100年前呢。产业，韩国头摆嘅生发，头摆嘅工序工法，哈，韩国从前那个环境都可以呈现出来。古时候係講你內山地區各鄉鎮做得哈，將該路路按用這個踏查、田野調查、整理、維護，把它串成一個那個網狀哈。
黑公 NEA 发展这个在地的这个产业，还有旅行、轻旅行，哈。这很重要，还有你客家种的很特色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发展。多加欣赏是吗？刚刚欣赏有讲到，伫客家种运动中的骨头，亚摆浪漫台3线呢，合委会总共调查38条，伫关系就有3条，甲安尼样片度方看到的迄8条骨头，先来请到亚摆来做关系调查一个古道调查的协会关系文化协会哦。宫崎大哥先同仁讲哈，亚摆伫合委会的计划当中，我们实际去看到亚条骨头，亚个样貌还维持得很好吗？还是你们在踏查过程当中有什么文化的特点是我们头摆一直都没看到的？我主要是讲啦，是讲古道通常都连呢古桥啦哈，路桥，路桥，人讲是我就你讲石拱桥啦哈，石拱桥啊，也很多人说糯米桥啦哈。那我们调查也是觉得说，关西其实哈，我们的糯米桥哈的那个数量也是算全台之冠，有总共超过20座，好，然后加上我们有中正路，全国最小的那个老街，好，然后我们的有一座石拱桥哈，东安桥有强啦哈，里面全台最大的，加上安尼的茶渣吧，安尼的咸臭啦哈，其实丢起来其实。关西东都全国第一，所以在这边我也要建议客委会了哈，是讲，我觉得应该要以乡镇为单位去推展浪漫台3线，好，可能有很多有的政策是用比较高的高度，可是，各个乡镇有不同的情况，然后不同的特色，如果的资源能够放在比较重点，该乡镇它重点的该种 test 的底部度哈，我想按对规下来推展会比较聚焦，好，会比较聚焦，这是我意见。谢谢。关系那边还有关系乡土文化协会伫个做调查，我想请教，其实关系的骨头不了，我一直跳到龙潭的小厝坑西厝行骨头，今日龙潭那边没有文史工作者龙俊大哥，你做同仁来讲，他伫龙潭这片设计骨头的情形，没像安尼关系那边也安尼嘿。有人那个太子有讲啊，要牺牲你俩就地取材，而请俩他人呢，他太的俩鹅卵石哈，俩卵石来做踏步，俩贴给他呢，有时候我们的挑人，有时候我们的挑高，俩开单给他做较方便，俩做显眼的智慧啦。啊，不过日出到俩下好时代进步都挑夹到啊，所有的路路太部分就全部都唔见睇，也不过有条天天嘅按到。行的啦，吼，也还讲啲较深度的啊，唔系用个 APP 哦，天行，含有机会亲亲啊，拢俩牺牲的路路啊。我都商错大弄诶。嘿，昨天走落去，我知道，俩下就讲各族所采的俩文史工作者吼。我上夫交通，上夫地太也啲嘅做嘛该。嘿，那我呢用俩科技的方法，先用卫星龙落地图，天后路线，安尼再慢慢的来亲。可能掠到塞路，可能是啲行的啊，天天行的较好看，较好行。行到迄尾，因为水更大，可能本个本山嘅较有压迫，慢慢的前，无日天行做前面都是在路路。合委会透过亚摆的浪漫台3线的计划，希望同样38条对桃园新竹、苗栗到台中市，也38条骨头，规个通通由北到南。都连起来，不过也敢有按改，设计有去看呢 NFT 房的文史工作者，没想请教罗光大哥，敢有发出真紧张，因为也各个乡镇都起家啲嘅调查，而同样38条连起来，敢有按简单？我觉得也比较可行的方法系先做一团就团来先做呢啦，但是有做咗只上头摆有查题那样，不然做呢了，顺便就底摆是做的。介绍关系头摆古道还有古桥，还有头摆茶道的一个文化跟历史，来建议那样，谢谢。多谢。先生啊，想要请教，你古道由北到南38条连起来，看起来也土地的问题还蛮解决。佮从情讲都会一团一团线组定起来，安尼敢系较正确的，本太也在做嚟看到台3线方的次言景观，较夹的方式系。其实甲向前讲的较多。因为较多技术面较多硬体面，但是其实除了硬体以外，因为硬体就是配合着软体跟配合着文化
同时考虑的。坦白讲，做这样的谈古道论述的时间，其实应该更多文化论述。应该另外提到就是说，因为古道以外，应该系青岛较重要的事情啦。因为老实话讲吼，这本地人吼，无条路唔可以行古道啦。古道好像做了本外地人行的样诶，好像是为了外地人来爬山用的。因为按你想法也不见得是要大力的推。因为讲浪漫台山线吼，真是要做为说地方人，第二个位用的省法都爽快，车上一定要省法，要上子顺顺一定要省法，一定要省法，马个出动好。因为按你条件的创造比在打造或者是寻找几十条古道更重要。相信合委会有安尼个想法，想要来推动。故所讲，其实对今年的通法机器是没有推动，伊在很多观光巴士，伊先设计个32条的客家庄的特色路线，带领大家去到客家庄先来看油桐花，韩国看菜地的景观，韩国差不多要看得到80个古迹。也喺合委会想要用一种观光巴士的想法来带动地方的产业，安尼按算讲以其的效果。观光的产车会成长量上哦，不过也个量上，敢有按过韩国设计方针研究按那个想象做得来做到无？外向的设计来强调，无论是在地方方对社区营造方面来讲，也设计有啲个做小旅行、轻旅行的也得详情。先来讲下，也得对亚方给把韩国应用的串联观光，你们从塑造的概念来想，强到秀雅姐，按那做敢？有太多人的地方方的期待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客委会还是用观光的思维在想这些事情哈。观光不是唔好哈，但是呢，观光呢它必须来自于文化，要有文化才会有在地性嘛哈。那文化来自于什么？文化来自于土地。那刚刚好这样嘛，青岛问题后就是说，大家对于在地的社区土地这一块，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就急着直接跳到观光。其实我们很喜欢去日本，很喜欢去很多国家旅游，是因为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喜欢他们的大自然，然后喜欢他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去。那而不是去享受他们的观光服务而已。观光服务那个只是整个浪漫台山线的一小环。那刚刚讲，同班主持人能不能讲，这个样的观光能不能提升？我觉得这个问题基本上就问错问题了。从我这个社造的角度来看，英国来讲，到底我们浪漫台山线浪漫的定义是什么？然后青岛人讲，到底是要发展量化的经济，还是质化生活，还是在台山线要去做什么生活价值的提升？浪漫台山线对于这个生活价值到底是在讲什么？马个按懂来台山县人民可以活得很好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价值，很马给哈。同埋有青岛一个茶工厂我们茶人的讲，我们要机械化啦，要有足够的收入，年轻人才回来。那另外一个讲说，是啊，要按来待等候啊哈。我觉得我每天在这里生活很好。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在台山县生活的我们都面临的这个生活方式的选择。那我们可能会是反资本主义的可能是反货币政策的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那我觉得，如果讲100年后要希望台山县变成跟德国一样，或跟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很棒的小镇，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态度，我们现在要想的不是说那一斗观光巴士，那一斗轻轨，那一斗硬体，我们要想的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想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价值，这种价值观才是真正的文化资产。所以我的看法跟可能大部分在拟政策都不一样。我觉得不应该太急着去拟出观光政策，我觉得应该是拟出文化政策，拟出土地政策，然后最后才是观光政策。这是我的建议。谢谢。对于观光的出发，其实对客家庄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的事情。可是在地一直都有在推展我们的所谓的轻旅行。要种轻旅行对人的关系，要种氛围来说，会不会比较适合我们所想要推动的呢？我想强调一下，设计有啲推动一个轻旅行的老太狗，我们这样推动下来，你知道讲第二片敢走会起来有台山线过后，可以再加值服务你们吗？我盼过几摆轻旅行实际上对安多迄都偏哪个位该算那偏乡中的偏乡都是讲不被看见的机会，实际上是没有很高
所以办轻旅行之后，基本上大部分是如补助给人有了，无补助之后是计划是无的。按照你判到情形，判了差不多2年之后是停的，扣一价。我建议讲，迄唔系如只按照管道。针对唔系啲亮点嘅，像按照啲乜嘅古迹啊，然後用老街嗰條，其他較偏向嘅喺素材，針對呢條業者，然後在地嘅社區營造者，針對佢條，如啲管道做得被看見。跟俺兄弟亲密唱高，世荣大哥，我们从文化的方面来营造这个聚落。那如果我们想要扩展出去，那想要吸引更多人，然后我们把这个景点都串联起来的话，你这边还有什么意见想要最后提供的吗？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赚钱，没有办法生活的话，其实你怎么去谈永续，怎么去谈经营？所以我非常认同之前院长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展其实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一种发展。所谓的浪漫，如果你没有再建构到这些全部的各方面的面向去发展。你是没有办法浪漫起来的。那如果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全面的发展，其实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生活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其实真的是我们能够在这边生活下去以后，那自然你有这样一个吸引力，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它就会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所以其实这是如何让我们在这边生活下去是非常关键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我想从这样整个一讨论下来，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东西，这需要时间，还有需要非常多的沟通，由上到下，由下到上的一个沟通。如何创造慢慢去创造一个属于我们客家聚落的一种台山这种浪漫。它的浪漫或许可能不是欧洲人或者我们认知的浪漫。它或许它是一种缓慢，或一种新浪漫、新客家浪漫。亲密，我想要请庄伟来回应哦。看见了先从的乡亲啊，他们都希望说把台山县的浪漫的文化内涵先请出来，再过来讲，做嘛该观光，他们都认为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客委会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在文化这方面还会再加强加深对同台都地方乡亲的希望吗？主要你嘅计划是希望讲结合中央老地方的力量来带动地方的个文化老产业的翻转，希望讲打造一个新的乡村模式，所以它是绝对会有文化底蕴的那当然在带动这个结果的话，它可能就会自然去吸引外地的朋友来这观光，所以这是最终的目的啦，然后才能带动地方的产业嘛。当然，希望讲外地的朋友他有惊喜跟感动之外对年但是带的恋爱居民没有感觉到幸福到自信。对于行走菜地的观光文化底蕴研究非常深厚的秘书长，我用的同大家讲的古道的文化，菜地的生活的长民文化，还有一些历史故事，用了再沟通起厚串联起来，行走也按都会雄镇呢。观光这个名称背后一定是用文化来支撑啊！不要看到观光，哎呦，那是很肤浅，非常非常重要，就要文化来支撑。所以，你推动浪漫台山线讲起来为了要齐头并进观光也不要说我们就不要先观光，我们先做文化。问题是你文化忙走起来是要死的啦。对啊，所以文化会做，天然来做，观光来向天然来。不过呢，紧做紧修正我常讲不是讲等到全部绿灯档出门你要等到全部绿灯出门了，没有出门的时候了，边走边修正只要你的方向对，想法对我相信呢，中央政府呢又国家级的政策引导，地方政府的民间单位向下来亦步亦趋呢，我相信呢，政府也不会说那么的。短视说只玩观光方向对了，目标就不远了啦。我想系安尼啦，好吗？大家要对政府有信心。老师，亲密补充。迄种浪漫台山线爱用的计划当作100年文化工程其实蔡总统也提到说，这是一个文艺复兴计划，所以文艺复兴计划一定要有在地居民的文化，在地居民文化就客家人的文化为主原住民的文化也很重要。这是其他黑的流行的文化
都一定要被重视。就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哈。浪漫台山线这件事情哈，要考虑的主体是，迄对啊留的人用的想，其想按样的想法，也讲将来要来的人其样的想。浪漫台山线唔係作為都市人的後花園而設計的啦。好，因為如果我們始終想定你就講，我一樣開，我揾人怎麼來？星期六揾樣來一樣走哈，一樣去買一樣食東西，一樣去民宿哈。那因為講，其實我們就是在毀滅一塊最後的香格里拉，就是客家人最寶貴的一個文化的區域。謝謝大家。好，多謝先生哦。今日節目呢，對林阿妹聊到一下田園阿妹哦，看得出今日來參加鄉親對浪漫台三線其實有當到嘅想象含個期待。唔過下來，無論係校委會，也係地方嘅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含個相關嘅團體，按樣嘅向下來配合，向下來溝通，真正尋到在地上嘅發展嘅文化含個成分內涵，係帶得人向下來關心，向下來看下去嘅。以上就係今日嘅節目內容，感謝大家收看，下個禮拜再個記得準時收看。謝謝大家，按支持。